天林的老爸有关甲我保证，但是即摆囡仔，少年的代志啊，是大人无法度啊注意啊。我希望咱家庭离开天林。金德啊，这句话你是哪后白讲呢？咱家查某囝的个性，你爱了解。迄天林吼，若愈想要离开伊，咱雅玲吼，伊会愈惊讲失去天林啊。唉，天下父母心啦，迄人伫咧讲吼，生你囝儿心，迄嘛无法度让生迄囝儿心嘛。可能雅玲，你赶快，快来困啊！你也看我讲啊，遮济物件转来。我去踅街啊，我看着欢喜我就买啊，我哪钱也愈买愈济。对，踅街买物件也是这种享受，心情嘛较好。爸爸就是爱看到欢喜的表情。我表面上是真欢喜啊，也毋过我心肝内。雅玲啊，迄看吼，你安尼踅一步的街吼，可能足忝的款。规日去楼顶安尼困一醒啊，可能后遐困醒了后，所有迄无欢喜的代志，拢会袂记起来。别心啦，妈，我根本就无想要想，也毋过愈无想，颠倒愈想愈济。安尼，上好吼，你甲恁妈妈出国去游一下，心情嘛较好，暂时离开这个所在。妈，爸，我知影你真疼我，我嘛知影，你希望我每工拢快快乐乐。也毋过，就算讲我即摆人出国啊，人伫咧国外，也毋过我心感觉伫咧遮。对啦，妈，爸，天天有打电话来无？伊人一定还搁伫咧家己。我一定要去找伊，当面讲我清楚。我实在无法度忍受伊安尼甲我欺骗，我都唔相信我会输予一个庄下查某囡仔。雅玲啊，过去安尼啦，妈妈陪你来去家己。妈，我即摆我感觉足无路用的，根本都无参像我家己，你讲是无？啊，若要讲你的个性吼，有时啊吼是妈妈啦，啊，搁有部分啊是恁爸爸。安尼，你来者，爸爸问。爸爸真爱知你的意思。天林，因爸母是足用你的，我总惊天林。妈，我来接好无？喂。哦。哦。好啊。我知影。雅玲啊，什么人？是天林。天林安怎讲？无啊，伊是讲要约我出去，有代志要甲我讲。啊，伊转来台北啊？现在无叫伊来咱遮。爸，我感觉天林就惊来咱兜的呢。一定是亏心事做伤多，唔敢来。爸，雅玲啊，我看吼，你还是去甲伊见一下面，看伊要安怎讲。少爷，搁看酒来。是，对啦。陈信，你一个人啉酒会无聊袂？我陪你好无？阿辉。
我啦，我唔是要离婚啦，你走啦，走啦！哼，神经病！叫你走，你无听到？你即摆叫我走，我是教练。阿玲，等你足久诶。这。咱足久无斗阵啉酒啊，今日好好来啉一下。我无心情甲你啉烧酒，你有啥物话要甲我讲？我无啥物话要讲，只是希望你放一条路互我行。我互阮爸爸妈妈赶出来，我对不起你。你现在足可怜的，你连你家己的人生想要创啥物，你家己拢唔知影。我知影，是你唔知影。好，啉酒，我陪你啉。我敬你。来，敬你。哎呦，免看啦，免等啦，天然袂转来啦。伊会转来，伊会转来。我咧想哦，我若亲身落来教伊一撮，我要看这庄卡查某囡仔到底有什么魅力，会互咱天然安尼吼，事业都无爱治，离婚车无爱治，爸母也无爱治。我得去食到迄个草囡仔的花水哦。千纸，要不咱来去叫一个师公啊，来甲解冤解解的好无？卖迷信啦，迄无效啦。鬼天啦！我死嘛无和你们斗阵啦！阿爸也真希望你过着幸福的日子，但是你要听我的话，莫用甲李天林来往啊。若你来对你对伊拢好，莫用甲见面啊吼。阿芬啊，这件代志你若是做会到，你就可能保留这间茶厝啊。有种绝对宁波。其他的吼，阿爸才来想法吼。阿爸以前啊，也有做过真侪唔对代志。假使讲你若真正爱国台啊，我无反对你两个结婚。爸，咱莫讲结婚的代志好无？我无想要嫁。李天林向你求婚，你敢有答应？阿爸是想讲哦，伊毋是对你真心的，所以阿爸拒绝啦。伊即摆当台北啊，无一定伊即摆甲尤总的两个手牵手有讲有笑。你怎讲？你嫁我，我背袂入去你。我甘愿做唔到，我你嫁。你在笑啥物？你若是无娶我，你就无事业，你就无前途。
你都无荣华富贵，你都无享受生活。你后悔，你是一个戆人。我要做一个快乐的戆人，我要做草地竞赛。好，好，草地竞赛，我敬你，恭喜。你最自信，草地竞，我敬你。那你那袂转来？可是安尼呢？我拢毋知发生啥物代志咧。奇怪咧，伊普通时阵若无要转来，一定会先敲电话转来。敢袂？我敲电话问看觅。小等下啦，那遮暗啊吼，啊你敲电话去啊，清泉伊迄人早起困，身体阁无好伫咧，莫啦莫敲啦，小等一下啊。那正是讲去你清泉遐，咱是较安心啦。要毋过，我是希望讲清泉迄个苦劝吼，看会顺遂袂。对啊，是讲迄天人吼，遐友好因老爸老母咧，凡说吼，伊若咧回心转意，啊对咱雅玲较好咧，安尼雅玲吼较慢转来，嘛无要紧。雅玲敢会去听你毋答？歹讲啦。我看还是敲一个电话问较要紧吼。喂，嘿，姐吼，真话歹势，吵哩哈。我想问讲，雅玲有去你遐无？无啦，哦，啊，就咧等天林转来。哦，天林甲雅玲斗阵出去哦。哦，好，好，哦，再见，再见。雅玲爸爸打电话来讲，天林约雅玲斗阵出去，到即摆遮尔晚还袂转去，得烦恼啦。出去偌晚拢无要紧啦，最主要两个会当上好上要紧啦。这毋是讲咱白头咧悬，看迄庄脚查某囝无起啊。最主要今仔天人啊，绝对袂用辜负到伊家对伊的温情，雅玲对伊的真情啊。代志若会当圆满的解决就好啊。人钱某，迄嫁妆拢传好势啊，结婚的日子也选好势啊。即马敢若等咱囝点头尔。明明是一件好代志，一件喜事，不过即摆亲家变冤家，啊，两个少年出去到遮，啊，到底是好事啊，歹事，互咱烦恼死命。免烦恼，免烦恼，也免着急啦。这绝对是好代志啦。你若搁着急哦，迄也搁冤家哦，我是要安怎啦？啊，你叫我哪会袂烦恼啦？你啊！咱时间都已经2点啊咧，我来咧休困好无？啊。敢吃啊？咱应该面对现实，用理智去解决问题。佮再安尼拖落去，不但互相伤害、互相痛苦，而且对咱双方的是大人嘛袂当交代。
咱袂当了解我的意思。你是想啥物？你要创啥物？我甘愿为你来吃苦。你要创啥物？有好食无？阿英，你俩当对天然特别好啊！阮三个吼，你甲咱竞技的赢啊，吼，对面对无？对啊对啊，咱是袂用的哦。哪能啊？你安尼袂用劲啊！你今对我好，明仔对倒面好，啊，全年要搁要对天然好，安尼会伤害阮三个三剑客的感情呢。我看你啦，今日吼，咱就来个君子之争，你吼先走，啊，阮三个吼，算到10个时阵，阮同齐来入，啊，你若扣上入着吼，你就上什么人个啦？少的啦。 1、2、3、4、5、7、8、9、10。我俩调了调。啊，好啊啦！家己是我的。 今日是我李天灵的，无准算啦，这比赛无公平，无准算啦。本来就是啊。我看咱认输啊啦，天灵下是永选手嘞，我用迄来看有气的。好啦，算你赢啦，行，咱来行吧，快点来做电灯泡。什么人是你的？就是你啊。你若是会当哦，对得着我吼，我才是你的。 看你要往底走，好抓条哦。哎呀，人是挑工活倒的呢，若无伊哪会好听？你是啥意思？啥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你的意思啊。你无一定哦，无一定共款呢。咱的你的意思就是讲，咱两个人无共心。 我当时啊静静啊咧想吼，想讲是毋是因为阮兜片面兜的温情足济，我为着要报答你，才甲你做伙。问你，你敢有安尼想无？无完全是，我知影你真心对我，无气嫌我，我感觉有信心甲你做伙。 时条较比我较好，要录的人嘛足济，我会当得着你，像是你条同活倒，我会当了着你共款。哦，那安尼讲起来，你意思就是讲是我伫咧诱拐你哦。哦，那安尼你就足无辜的，足使人同情的，足可怜的吼。你莫安尼伤电我，我会伤心的。 其实哦，我会选择你，是因为你做人好，而且阮爸爸妈妈上爱欣赏你哦。做人老实，而且佫有原则，上改变的是已经拍拼，可以吗？我哪有好啦？我是要讲互你笑的啊，我想要看你一个表情。 咱先订婚，等我有成就，咱再结婚。我来到3天，你有信心？当找着你，
有啥物话讲出来啊？使也袂当解决问题。我已经有决定啊，你敢有啥物拍算？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听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路这歹行？害我为情心痛。